1964年进入台南师专，选修美儒组的陈武定，常常伫学校附近的旧册摊甲册店看册。伊发现其中暗藏的文声笔画等杂志，心内虽产生对当时政治甲体制疑问，也有不满。政府对人民洗脑，讲台湾是自由中国，但是当时台湾并无自由，嘛毋是中国。陈武定将这款的想法藏伫心肝内，一直到入伍了后，一个无心的激动，却影响了伊的一生。1969年，陈武定来到左营海军新兵训练中心报道，进行入伍性向测验的时阵，伊真紧就将答案拢写了。煞手伊就将测验单掀在后壁面的。细心之间，伊伫纸顶面甲写“反中央，反对国民党”这8字。原本伊想讲，了后再用笔甲画画调就好啊。想袂到，竟然提早收测验单，这互伊感觉心内真担忧。陈武定知影讲测验单顶头有编号，若是要等人去查，不如自首。上加是关1礼拜禁闭尔。迄暗，伊向副队长说明代志的经过。过顿工，果然有影互人关禁闭。本来了主讲1礼拜，上济2礼拜就会使离开禁闭室。但是时间愈来愈久，陈武定心内有真歹的预感。1个月了后，禁闭室大门总算拍开，已经互人关甲头昏昏、脑顿顿的陈武定，感觉讲代志恐惊的无遐尔简单。一直到伊互人移送军事法庭审判，才发觉讲大事不妙。陈武定互人掠去左营海军的军法处。法律卷宗定名写“叛乱2字，一声代志真正大条。伫个看守所的期间，陈武定厝内的人、师专的老师，也有当时的含外，今仔日的太太陈玉珠等人，因为讲伊只是无心之过，为伊死计去走纵。最后，伊互人用《挺立叛乱条例》第7条，改判2年的徒刑。以上台东太原家业，开始自家的生活。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